由咱中华县排球委员会所主办，咱香港、台湾的这个高中这个学生囡仔的排球联赛。今日伫咱鹿港文开国小来举办2天的这个赛程。那么这回呢，总共有咱男子呢高中4队，国中4队，一个咱女子4队来比赛。咱特别感谢咱香港咱的爱立新中学这个派出优秀选手借由这个暑假这个机会伫咱这个所在呢做一个这个联谊呢，互相切磋球技咱的这个嘛派出咱包括咱的未来高中中华高中好美高中凤云高中等等咱这个球队呢共同这个所在来做一个联谊甲比赛那么感谢咱陈秀宝议员呢，今日特别过来遮指导咱希望借这个比赛，让发挥更加侪这个基站扎根的这个基础，互咱中华县的排球风气会让愈来愈好，愈侪人参与，咱未来一定会让水准来提升。这个是第一届吗？第一届好来。建有就任着咱中华县排球委员的主任委员以后积极呢这个基层扎根。那么借由这个比赛的平台来办较侪届互因有临场的这个经验，提升这个兴趣带动排球风气，就是提升咱排球水准上好方法。非常感谢咱排委会咱的主委邱主委来安排这场咱甲香港的这个邀请赛。咱福建高中的学生顶个月嘛，由咱的教练带领拄伫香港参加比赛，有真好的成绩享誉国际。这排球比赛咱从小扎根，培养更多的运动人才会当讲互囡仔去体会着讲运动团队精神的重要，嘛会当做国民外交。真正感谢了讲咱排委会用心，嘛感谢文开国小会当提供这尔舒适的场地，互咱的选手来使用。希望今仔日的赛点咱所有的选手拢有好的成绩。这个单位还是爱立信跟我们的麦寮高中。